諗食乜好難諗。換轉係咁，會唔會易啲揀呢？溝盡大台花旦，周志文全遭無線炒魷。同大家介紹翻啦，是日全被大台樂小姐炒魷噶係大媽周志文啊。佢09年同細媽玩超級巨星入行，從此就開創食女之路啊！打響名堂噶係溝店有米 model Coco， 但係周志文喺2012年傳出同純純套馬賽打得火熱啊 ，Coco 忍無可忍，咪斬斷情絲咯，傷得有翻咁上下噶。難怪尋日問翻 Coco 點睇周志文全被炒，佢都話咁耐嘅嘢唔回應啊。大分手之後，周志文似乎想一箭雙雕啊！先喺大台劇傳同發電先輩蔡思貝擦出愛火花，之後仲同溫家偉咬手瓜，好似之前吳媽媽炒車意外咁，周志文就孖溫家偉成日陪吳若希同佢細佬，認真有愛啊吓！唉，但係有時太進擊都未必係好噶。皆因傳周志文拍劇竟然想連溝三女，大台花旦越溝越多，結果咪係傳樂小姐夏玲炒魷啦。尋日我哋都有揾過周志文求證噶，但係截稿之前都仲未回覆啊。